人反離子切割效果更好，減少了後續的打磨工作。傳統燒焊需要工人躺在地面上焊，工人預備的焊給機器人燒焊可以養焊，加上自動的冶金機環，降低了工作強度，施工效率和品質都有顯著提升。傳統的珠江人工燒焊，現在也可以用機器人進行燒焊，焊接效果更美觀，質量更穩定。通過第三方機構進行面焊檢測，焊埋成果符合設計需求。以11分鐘圖版為例，人均燒製需要3個。機器人只需可能，機器人比傳統方式快1倍。成件事係硬肉嘅話咧，我哋其實有3大方面去做。第一樣嘢就係當然再 step 翻呢度，去將佢向前向後啦，好似拖拉嘅形式去做。感覺就係佢分數嘅行啦，同埋佢自己嚟到3個最大模式。我相信呢3個模式已經係cover咗90%你哋需要用嘅力氣。咁佢哋其實個大細都可以細到可以fit到一個單機係自發係自細型。咁於是我覺得係好得意即係硬嘅。咁好簡單，我覺得我講咁多冇乜用。咁我哋部3有部機喺度，咁就希望你哋如果可以用多啲時間去充分去試下部機去玩呢部機，睇佢點樣跟住你，睇佢點樣去自己去認得你自己，甚至乎你親手接觸下佢，更加密手。呢個就係好，多謝先生。咁我哋今日不如請講下問題之外咧，不如成日試下呢部機械人啦。